虽然俗语讲小时候胖不是胖，不过就现在医学的统计，如果细汉的体重控制无好，大汉大约有80%的机会是持续肥胖的状态。根据台南新老病院小儿科医师赖富平表示，虽然真侪家长袂因为囡仔过重或者是肥胖带来看医生，不过一旦出现慢性病的症状，亲像高血糖、高血油、脂肪肝等，因此控制饮食加生活形态，避免体重过重或者是肥胖的真重要。很多以前我们以为在成年人或老年人才会出现的一些慢性病，其实都会提前在儿童、青少年肥胖这个族群的这个部分呢，就已经会出现，包括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糖尿病，还有脂肪肝，或者是肥胖引起的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。那更进一步的是，根据研究统计显示，这些肥胖族群的儿童如果没有特别去干预或者是管控他们的体重，其实有80%以上到了成年人都还是持续维持在一个肥胖的一个体位。所以肥胖所导致的一些可能心血管风险、某些癌症、不孕症等等，都会持续的可能会出现在成年人的身上。这对身体健康还有经济的负担，其实也都是持续的加重。医师表示，其实肥胖是一种慢性病，虽然造成肥胖的基转较复杂，但如果对食欲的调控加生活形态的改变，还是无法度控制，就应该寻求医师药物的治疗。减重还是有分成程度上面的差异。那目前就是以儿童的这个部分，如果减重搭配刚才提到最基本的饮食控制、运动，还有生活形态改变的状况下，他的体重仍持续上升，或者已经出现一些很明显的共病的问题，其实是可以符合使用药物的条件。那目前在儿童药物的使用部分，已经有卫生福利部的食药署通过的减重药物有2种是适用在12岁以上的青少年，所以更小的小孩当然还是要注意，就还是回到生活形态、饮食控管部分。但是如果成效不彰，在12岁以上的儿童，其实是有药物可以辅助使用的。虽然肥胖有减重的药物或者是手术的治疗，不过医师表示，这拢是辅助而已。对着儿童或者是青少年，还是会考虑小朋友的成长阶段。有效的减重应该是要靠家庭的参与和支持，另外养成规律的运动，避免坐伤久，限制有糖的饮料等，才会用持续对抗儿童肥胖的问题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